装车间就是这个吗？对对对，配件从那边进来，对，配件从那边进来，然后在这边组装完以后下线。下线。那个库房呢？对面的库房呢？对面的库房也还在。也有这个电源。那这双配的，而且这方式是电插的这个手是干嘛插的？那个头配是新功能的吗？是所有的电动车，对，这里全是电动车，电动车。这个它里面的那个发动机，不是电机啊，电机都是统一标准的吗？不是，有大的有小的，配置不一样。这是行驶对，车厢大一点，车厢大一点，电机就大一点。这行驶的距离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这是电池，电池没关系。都是那个哪里米拉吃的？就是那个行驶的一个路程就是跟电池有关系。电机它是一个功率，拉货的力量啊，拉货拉多重啊，拉到了到那边拉吃的，够吃。